各位同學，今日我哋要傾嘅話題係一句流傳咗好耐嘅俗語，叫做男怕屬雞，女怕屬羊。聽完呢堂課，你就會明白所謂嘅生肖，所謂嘅命運，根本唔係你哋諗得咁表面。老祖宗留低呢啲說話，唔係為咗嚇你，唔係為咗要你日日擔驚受怕，而係為咗點醒你，為咗要你知命改命，等你可以睇清楚自己性格上嘅盲點，然後去修正佢，去彌補佢。呢樣先至係傳統文化嘅精髓，呢樣先至係我哋應該承傳嘅智慧。我哋先由上半句開始講，男怕屬雞。點解民間會有呢種講法？最直觀嘅解釋梗係同雞呢種動物嘅習性有關啦。大家喺鄉下住過嘅都知，公雞係起得最早㗎，天都未光，辰時先啱啱到，即係凌晨3點到5點，全身嘅氣血正喺度由肺經流轉，準備迎接日出嘅時候，公雞就開始啼㗎啦。佢唔單止自己唔瞓，仲要嘈醒成條村嘅人，催大家落田做嘢。喺古時嗰種農業社會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冇鬧鐘，冇打卡機，雞就係嗰個唔使瞓覺嘅天然鬧鐘。所以老百姓就用呢種好直觀嘅象去類比，覺得屬雞嘅男人注定要天未光就起身，注定要為咗2餐奔波勞碌，一時都唔得閒，好似個陀螺咁俾人捉住嚟轉。呢種觀察其實係好看數㗎，係由農耕生活嘅具體經驗提煉出嚟，帶住嗰個時代嘅局限。但係我哋嘅老祖宗冇咁笨㗎，佢哋唔會淨係因為一種動物好忙，就斷定所有嘅嗰個年份出世嘅男人都倒霉，都命苦。呢個背後仲有更加深一層嘅道理，係同五行氣化有關嘅。喺我哋中醫同易經呢個攀大系統裏面，雞呢個生肖對應嘅係12地支入面嘅酉金，喺八卦入面對應嘅係蠱卦。蠱卦代表澤，代表月，代表口舌，亦代表缺損。呢個唔係話屬雞嘅人注定有咩嘢缺損，而係話佢哋天生帶住一種令能量流動，令是非分明，令局稿完整，令秩序井然嘅推動力。屬雞嘅男人通常天生帶住一種酉金嘅特質，金主義，主肅殺，亦主變革，主決斷。所以你會發現屬雞嘅男人通常好聰明，反應好快，把口亦都好叻，攣論起嚟從未輸過俾人，而且特別有責任感，見到唔啱嘅事就想糾正，見到混亂嘅局面就想整頓。佢哋就好似嗰隻守護地盤嘅公雞一樣，對家庭對工作有住極強嘅保護欲同掌控欲，將家人同下屬都當成自己要照顧嘅小雞。呢個本來係好事，係優點嚟㗎。如果一個男人冇責任感，好似一灘爛泥咁扶唔上壁，日日夜夜醉生夢死嗰啲，先至真係家族嘅災難，係妻子嘅噩夢。但係點解會話怕呢？因為凡事過猶不及。中醫講金剋木，木主生發，主調達，主肝膽，主經絡，亦主我哋嘅情緒出口。如果一個男人嘅金氣太重，太過硬淨，唔識得收省，唔識得轉彎，呢把金刀就會反過嚟去砍伐身體裏面嘅肝木。肝主疏泄，負責調暢全身嘅氣機。肝木一受傷，就好似台北火車站附近嘅交通車流間倉滿咗一樣，人就會變得好急躁，好易嬲，又或者係抑壓鬱悶，有話講唔出，有火發唔出。所以老祖宗話男怕屬雞，其實係喺度提醒嗰啲性格剛強、追求完美、對自己同對人要求都好高嘅男人。你哋最大嘅敵人唔係別人，唔係對手，唔係老闆，而係你哋自己嗰顆停唔到落嚟嘅心。你哋太想證明自己啦，太想得到人哋嘅肯定啦，太想照顧好所有人啦。你哋將責任孭喺身上，好似孭住一座大山咁，最後山仲喺度，人卻垮咗。呢個先至係勞碌命嘅真正含義。
佢唔係話你注定貧窮，注定賺唔到錢，恰恰相反，好多屬雞嘅男人非常識得揾錢，事而有成。佢係話，如果你唔識得調節心性，唔識得放低執念，唔識得留白，你就算賺咗再多嘅錢，買咗再大嘅屋，你都享受唔到一日嘅清福。你嘅身體會先過你嘅野心冧黨，你嘅肝膽會因為你嘅過度透支而出現硬化嘅問題，你嘅血壓會因為長期嘅焦慮而失控，你嘅心臟會因為長期過勞而衰竭。呢個喺西醫叫個勞死，喺中醫叫精氣神聚散，呢啲邊係迷信啊？呢個係最高級嘅生命預警學嚟㗎，係我哋祖先用幾百年嘅臨床觀察寫出嚟嘅保健手冊。再講深入一層，喺古代嘅神話傳說裏面，雞係鳳凰嘅原型，鳳凰係百鳥之王，羽毛華麗，歌聲嘹亮，雖然高貴，但係高處不勝寒。鳳凰要涅槃先可以重生，即係話佢必須經歷烈火嘅焚燒，經歷生死嘅考驗，將舊嘅羽毛燒光，先至生得出更加璀璨嘅新羽毛。對應翻人身上，屬雞嘅男人往往人生波折比較多，起起伏伏，大起大落，佢哋不甘平庸，唔願屈居人下，總想飛上枝頭變鳳凰。呢種心氣令佢哋後生嘅時候敢衝敢數，敢於打破常規，但亦都容易令佢哋喺現實面前碰得頭破血流。所謂嘅怕，其實係怕佢哋心比天高，命比紙薄，怕佢哋才華撐唔起野心，能力配唔上北望，最後變成嗰隻落湯雞，灰頭土臉，不得志。所以如果你係屬雞嘅男人，或者你屋企有屬雞嘅頂夢柱，老公爸爸仔，千祈唔好俾呢句俗語嚇親，唔好日日唉聲燈氣，覺得自己注定勞碌。你要做嘅唔係去怨天尤人，唔係去改生肖改名，亦唔係去廟度求符咒，而係要修你嘅德。你要學識好似大地咁厚德載物，去承載你嗰把崇利嘅金刀。你要學識柔弱勝剛強，喺適當嘅時候低頭，喺適當嘅時候示弱，喺適當嘅時候話我唔得，我要人幫手。當你將嗰股毒氣化為腰子油熟嘅時候，當你將嗰份勞碌轉化為對家庭嘅深情守護，而唔係控制欲嘅時候，你就唔再係嗰隻只會提只會啄人嘅公雞，呢就係嗰隻浴火重生嘅金鳳凰。嗰陣時你嘅勞碌就係福報，你嘅奔波就係修行，你嘅每一滴汗都係喺度澆灌你屋企門口嗰塊福田。講完男人，我哋再嚟講下半句，亦都係爭議最大，令無數女性受委屈甚至受迫害嘅一句，女怕屬羊。呢句俗語嘅殺傷力太大啦，大到可以直接毀咗一個人嘅自信，拆散一對有情人。有幾多屬羊嘅女仔因為呢4個字喺相親市場上被嫌棄，喺媒人把口入面被打折扣，喺奶奶眼裏被視為眼中公肉中刺。大家一聽到屬羊，馬上就聯想到十羊九不全，聯想到紅顏薄命，聯想到孤攬殺，甚至仲有嗰個最惡毒嘅字眼克夫。我聽過更加離譜嘅，有啲坐月中心嘅奶奶媽媽仲會私下討論，話嗰個產婦屬羊，難怪啲奶水唔夠，個仔好難養，日喊夜喊。呢啲完全係冇根據嘅污名化，係赤裸裸嘅歧視，係將個人生活嘅唔順遂揾一隻代罪羔羊。嗰個屬羊嘅產婦已經夠辛苦㗎啦，啱啱生完仔身體虛，仲要承受呢啲冷言冷語。你哋話呢個公平咩？點解會有呢種講法？老一輩嘅人總係中意扯到慈禧太后屬羊，話呢個女人太厲害啦，心狠手辣，將同治皇帝熬死咗，將光緒皇帝關起嚟，最後將大清朝都熬到冇埋，斷送咗愛新覺羅家嘅江山。老百姓恨佢怕佢，又唔敢反抗佢，就將呢股怨氣發洩晒喺所有屬羊嘅女人身上，作咗女屬羊守空房，
女屬羊淚汪汪嘅順口溜，一代傳一代，傳咗百幾年。呢種解釋聽下就算啦，嗰啲係野史嚟，係情緒嘅發洩，係揾一個代罪羔羊，係政治宣傳。作為一個學習國學、懂得義理、有獨立思考能力嘅我哋，唔可以跟住人云亦云。我哋要透視現象，睇本質，要撥開歷史嘅迷路睇下。呢句俗語喺形成之初，到底係喺度描述啲咩嘢性格特質？喺中醫同易經嘅體系裏面，陽對應嘅係十二地支入面嘅未土，未土喺季節上對應嘅係農曆6月，即係小暑大暑嗰排，正係一年之中最熱、太陽最毒辣嘅時候。嗰陣時天氣最熱，陽氣最盛，但係未土本身又係燥土，係裏面藏住火嘅土，外表睇落係土，內裏卻係熱嘅。你去睇下嗰個6月嘅田地，尤其係南方曬過太陽嘅旱田，太陽一曬，啲土係乾裂㗎，踩上去係硬㗎，一提溜好似石頭咁。呢種土佢唔容易生長，植物種子播咗落去發唔到芽，除非你同佢淋水將佢潤濕。所以我哋稱未土為燥土，係等緊雨水嘅土。我哋老祖宗講究陰陽平衡，女人屬陰，應該好似淡水河嘅水咁柔順滋潤，好似清晨嘅露水咁溫和，好似月光咁靜咗，先至承載到萬物，先至滋養到家人，先至旺夫旺家。但係未土呢個屬性，佢太燥啦，太熱啦，太硬啦。一個女人如果生肖屬羊，而且性格偏向呢種燥土嘅特質，佢往往外表睇落好溫順，講嘢輕聲細語，好似羊咁靜靜雞怕怕醜醜，但係內心非常剛烈，非常有主見，甚至帶有一種隱性嘅火氣，唔逍遙自可，一燒驚人。你同佢講嘢，佢表面點頭微笑，但心裏自有定見，九頭牛都拉唔返轉頭。你要佢向東，佢偏要向西。呢種外柔內剛嘅特質，喺古代嗰個男尊女卑，女人只可以依附男人生存嘅社會裏面，係非常唔討好噶，甚至係危險噶。古代嘅男人希望老婆係順從嘅，係冇脾氣嘅，真係好似影咁跟喺後面嘅，係你話一，佢唔敢話二嘅。如果老婆太有主見，太能幹，甚至比老公仲叻，搵錢比老公多，主意比老公正，咁呢個家就陰陽反背啦，即係陰陽嘅位置坐錯咗。男人會覺得冇面，喺外面抬唔起頭，返到屋企仲要被老婆管。奶奶會覺得新抱難教，唔聽話，挑戰自己嘅權威，所以佢哋就覺得呢種女人命唔好，其實係覺得佢哋唔好控制，唔好攞捏，會令家庭失和。呢個係一種基於男權視角嘅偏見，而唔係咩嘢真理。再從陰陽學嘅角度嚟講，呢個純粹就係一場誤會，係一場美麗嘅錯夢。陽邪陰陽，陽氣嘅陽，古人認為男為陽，女為陰，女人屬陽就係陰身帶陽氣，即係女人嘅身體裏面裝住男人嘅性格，係一種陰陽雜糅嘅配置。有啲老學夠老古板就覺得呢個唔符合女人嘅坤道，即係大地嘅厚重、包容與順從。呢個叫陰差陽錯，叫噴雞司晨，即係話冇雞唔應該提。如果你去翻客古書去查下文獻，你會發現喺漢代以前，甚至喺唐宋時期，陽其實係吉祥嘅象徵，係美好嘅代名詞。陽通祥，吉祥嘅祥，古代青銅器上面好多吉祥嘅圖案都有陽，三陽開泰，吉祥如意。羊被視為溫順善良合群嘅動物，嗰陣時大家覺得屬羊好到不得了，代表吉祥如意，代表家族和睦，代表五穀豐登。點解到咗明朝以後，特別係清朝末年又變成洪水猛獸呢？呢個其實係社會心理嘅投射，係集體焦慮嘅轉移。喺嗰個動盪嘅年代，戰爭頻仍，民不聊生，外有列強侵略，內有太平天國，
人哋朝不保夕，需要揾一個藉口去解釋生活嘅苦難，解釋點解我咁努力都仲係咁窮，怪皇帝、怪貪官、怪洋人，都怪完晒，都仲係改變唔到現狀，最後只好怪生肖、怪八字、怪風水。呢個係一種無奈嘅自我安慰，係一種心理防衛機制。但係我要話俾各位女性朋友知，特別係屬羊嘅姊妹們，喺現代社會，喺呢個21世紀，喺呢個兩性平權、女性意識全面覺醒，女人可以頂半邊天嘅時代，屬羊嘅特質反而係一種巨大嘅優勢，係一種被埋沒嘅寶藏。未土係木嘅庫，即係草木生機、花草樹木嘅倉庫。木代表生機，代表才華，都生長，代表創造力。未土可以將木氣收埋起嚟，好似雪櫃保鮮咁，養喺裏面，殘傷喺裏面。所以屬羊嘅女人往往非常有才華，非常有內涵，非常有深度，而且特別能忍耐，能吃苦，能夠喺逆境入面等時機。佢哋就好似嗰6月嘅土地，雖然表面被太陽曬到滾光乾裂粗糙，但係地底下匿藏住豐富嘅養分，濕潤嘅腐殖質，可以種出最茂盛嘅莊稼，開出最柔麗嘅花朵。如果你係一個能量好強嘅屬羊女性，表現出燥土嘅特性，意志堅定，目標明確，執行力強，而你揾咗一個能量好弱、好陰沉、優柔寡斷嘅男人，即係表現出濕土或者弱金嘅特性，你嘅能量場確實會壓制住佢，令佢覺得唔舒服，令佢覺得自己冇用，令佢唞唔到氣。但呢個唔係叫確，呢個叫優勝劣汰，即係因為差距太大而導致嘅自然獨選，係進化論嘅體現，係你太優秀啦，佢配唔上你，佢接唔住你嘅福氣，佢承受唔到你嘅光芒。所以如果有人再攞女怕屬羊嚟講事，攞呢個嚟打壓你、屈低你、否定你，你大可以一笑置之，甚至可以翻一下白眼。你要喺心裏面話俾自己知，我係未土，我係藏住寶藏嘅土地，我係孕育生機嘅田野，我嘅命唔由天定，更加唔由嗰幾個無知過時惡毒嘅俗語定。我嘅命掌握喺我自己手裏，掌握喺我修養嗰顆心入面，掌握喺我每日點樣食、點樣瞓、點樣待人接物、點樣精進自己上面。講到呢度，我想大家應該有啲感覺啦，甚至出汗添。老祖宗留低嘅呢啲俗語，表面上係講生肖，實際上係講性格同能量。男怕屬雞，係怕男人金氣太盛，剛則易折，即係因為太硬而容易折斷，傷咗肝木，勞碌一生，不得善終。女怕屬羊，係怕女人土氣太燥，外柔內剛，喺舊社會入面格格不入，受盡委屈，抑壓一生。但呢啲都係定數咩？當然唔係啦。易經最偉大嘅地方就係在於佢話俾我哋知，命有定數，運有變數。命係你出世嗰陣時嗰一點，係你冇得揀嘅父母時代環境。運係你出世之後行嘅呢條路，係可以轉彎，可以爬頭，可以停低休息嘅生肖。只係你出世嗰陣時帶住嘅一套出廠設定，佢決定咗你嘅基礎體質，你嘅性格傾向，你嘅能量底色係暖色定冷色，係偏乾定偏濕，係剛硬定柔軟。但佢決定唔到你嘅最終畫面，決定唔到你呢幅畫係沙勢傑作定隨手偷毛，最終呢幅畫係入羅浮宮定係入資源回收桶，係睇你自己隻手點樣落筆，點樣用色，點樣構圖。我哋學習國學，學習中醫，唔係要你變成一個宿命論者，唔係要你每日起身先揭黃藍，出門先計方位，而係要你懂得點樣去調，點樣去平衡。呢個就好似你喺屋企開冷氣，太凍你就校高幾度，太熱你就校強風，太乾你就開加濕器。命係嗰部機器，運係你手上面嘅調控器。
你先至係主人，唔係奴隸。如果你係屬雞嘅男人，覺得呢世太攰啦，壓力大到抖唔到氣，返到屋企連嘢都唔想講，見到梳化就想瞓低，見到老婆仔女就想匿入書房，咁你就要學識用水去化解你身上嘅金氣。咩係水？智慧係水，溫柔係水，休息係水，眼淚係水，放鬆係水。你要學識喺忙碌嘅工作之餘，同自己沖一杯阿里山嘅金酸茶，唔好飲嗰啲含糖嘅碳酸飲品，糖會生濕，濕會困脾，脾虛你會更加攰。讀一本好書，哪怕係小說散文都好，又或者哪怕係發10分鐘嘅呆，望住窗外面嘅天空發呆，睇住雲喺度飆，睇住雀仔喺度飛，呢個叫金生水，將你嘅淘氣、你嘅殺伐決斷流轉起嚟，變成滋潤生命嘅泉源，而唔係乾枯嘅河床。你要學識將嗰種對家人嘅控制欲，將嗰種唔准唔得，你一定要聽我嘅，轉化為對家人嘅理解同包容，轉化為一個擁抱，一句辛苦晒，一句等我嚟洗碗。當你學識咗溫柔，你嘅命就改咗，你嘅肝氣就調達啦，你嘅血壓就落嚟啦，你嘅仔女就敢同你親近啦。如果你係屬羊嘅女人，覺得感情唔順利，覺得冇人明你，覺得自己明明付出咗咁多，點解奶奶仲係唔領情？點解老公成日嫌你太強勢？咁你就要學識用木去疏通你身上嘅土氣。咩係木？生機係木，仁愛係木，才藝係木，成長係木，學習係木，未土係木庫，係儲藏木氣嘅倉庫。你要將你自己個倉庫入面嘅才華拎出嚟去展示，去發光，去發熱，而唔係將佢哋鎖喺陰暗嘅角落度發霉。唔好將自己屈喺屋企，做一個只會忍氣吞聲，只會抹地，只會煮飯嘅小媳婦。你要去返工，去社交，去參加社區大學，去學油畫，學插花，學烘焙，學瑜伽，去做義工，幫助啲比你更加弱勢嘅人。當你將你嘅能量釋放出嚟嘅時候，你會發現唔再係嗰塊板結嘅、乾裂嘅、生唔到嘢嘅燥土，你變咗一片鬱鬱蔥蔥嘅森林，有雀仔叫，有蟲仔鳴，有清涼嘅樹翁。嗰個時候，真正懂得欣賞你嘅良禽，即係真正優秀、真正自信、真正成熟嘅伴侶，自然會飛嚟睇息，喺你呢棵大樹上面吐巢。你唔需要去將就一個睇唔起你嘅人，唔需要去討好一個打壓你嘅人，你只需要做好你自己，成長為你自己。啱啱我哋花咗好多時間分析清楚咗男怕屬雞，女怕屬羊呢句俗語入面嘅個體特質。我哋講咗屬雞嘅男人係因為金氣太盛，容易傷肝，導致過勞同脾氣暴躁。屬羊嘅女人係因為土氣太燥，容易鬱火，導致固執同內傷。但呢啲都只係講你自己啫。人活喺呢個世上唔係孤立存在㗎，唔係魯賓籠漂流記，唔係住喺深山修行嘅隱士。你一定會同其他人發生關係，發生聯繫，發生能量嘅交換同碰撞。呢個就帶出咗民間算命先生最中意講，亦最令老百姓驚嘅另外一個概念，叫做生肖相沖。生肖相克，好多情侶因為屬相唔夾，俾父母強行拆散。好多夫妻因為人哋話佢哋屬相反沖，心裏就有咗條刺，一嗌交就歸咎於八字唔夾，屬相相克，最後真係就過唔到落去。呢個係真嘅咩？係又唔係話係因為生肖相沖喺五行能量上確實存在一種張力同拉扯，就好似你將一盆火同一桶水放埋一齊，水會淋熄火，火會蒸乾水，佢哋之間確實會產生劇烈嘅反應。話唔係，係因為呢啲俗語全部都係講緊能量，全部都係講緊關係，而能量係可以調和嘅，關係係可以經營嘅，唔係一沖就散，一確就死。
譬如話雞係酉金，兔係卯木，金剋木，所以有人話屬雞同屬兔嘅人唔可以一齊，結婚會日日嗌交，雞犬不寧，家宅不安。但係你諗過未？卯木代表啲咩？代表肝膽，代表生發之氣。酉金代表啲咩？代表肺，代表縮降之氣。金剋木喺身體入面就係肺氣，壓制肝氣。呢個其實係身體嘅一種自我調節機制嚟，防止肝氣升發太過。如果冇咗金嘅克制，肝氣就會好似脫咁野馬咁亂扭，人會變得好狂躁、易嬲、失眠多夢。所以你睇下嗰啲肝火旺嘅人，往往乾瘦、脾氣大；而肺氣足嘅人，往往沉穩、有決斷力。一個屬雞嘅男人同一個屬兔嘅女人喺埋一齊，如果雞先生好似把刀，刀太太好似棵樹，都係可以修剪樹木㗎，可以將樹木多餘嘅枝肉砍走，令佢生得更加筆直、更加挺拔。但如果呢隻雞太慫、脷太莽撞，亂咁砍，連樹根都砍斷埋，咁呢棵樹就死啦，呢個家就散啦。所以問題唔喺衝唔衝、曲唔曲，而在於呢把刀有冇分寸，呢棵樹有冇魂性。再講下羊同牛、未土同丑土喺五行上都係土，但係未係燥土，丑係濕土，土與土之間係比和嘅關係，按理講係好㗎，係互相幫助㗎。但係喺實際生活入面，兩個土性好重嘅人喺埋一齊，往往都好固執，都有自己嘅主見，都覺得自己係啱嘅，就好似兩嚿石頭撞埋一齊，邊個都唔讓邊個，邊個都唔服邊個，最後撞到頭破血流，感情破裂。呢個難道又係相克咩？唔係，呢個係性格上嘅重雜同僵持，係缺乏流動性同彈性。如果兩個人裡面有一個懂得退讓，懂得柔軟，懂得用水嚟滋潤土，用火嚟溫暖土，咁呢兩嚿石頭就可以變成一座堅固嘅屋，遮風擋雨，庇佑子孫。所以你睇下老祖宗嘅五行學說，從來唔係用嚟判人死刑㗎，而係用嚟教人點樣活得更加明白。相沖相剋唔係結局，而係開端。佢話俾你知，你哋之間有張力、有挑戰、有需要共同面對嘅課題。要做嘅唔係逃跑，唔係互相指責，而係通過調整自己嘅心性同行為去化解呢種衝突，等佢變成你哋之間互相砥礪、互相成就嘅動力。咁具體落到家庭裡面，一對夫妻、一個家庭點樣去調和呢種能量呢？關鍵喺邊度？關鍵喺女主人，喺夏后姨，喺妻子。我哋古人講坤德，坤係大地，係承載，係包容，係柔順，係厚德載物。一個家庭嘅能量場好大程度係由呢個女主人嘅心態決定㗎，由佢嘅情緒決定㗎，由佢嘅身體狀況決定㗎。你諗下，一個媽咪如果心情好，笑容滿面，咁成家人都跟住開心，連啲餸都係香㗎，仔女做功課都特別順。一個媽咪如果心情唔好，愁眉苦臉，或者肝火旺盛，喐下就發脾氣，咁成家人就好似入咗冰窖咁，大氣都唔敢抖。老公返到屋企就匿入書房，仔女食完飯就躝返自己房，成個家凍冰冰，冇晒溫度。呢個就係中醫講嘅心為君主之官，主明則下安，主不明則十二官危。女主人嘅心就係呢個小朝廷嘅君主，你嘅心安定咗、平靜咗、柔和咗，呢個家嘅氣血就暢通啦，仔女就健康啦，老公嘅治意就順啦。呢個唔係迷信，呢個係能量共振，係情緒傳染，係家庭系統嘅自我調節。所以我要特別對在座嘅女性朋友講，唔好覺得你嘅命係俾生肖決定嘅，你嘅命係俾你嘅心決定嘅。你每日早起10分鐘，同自己沖杯暖水，遊客壇中穴，拍客兩個，將鬱結嘅肝氣疏通開，然後對住塊鏡笑一笑，話俾自己知
今日又係美好嘅一日。你出門買餸嘅時候，同菜翻傾兩句，讚下佢啲菜新鮮。你返到屋企煮飯嘅時候，哼住歌，將啲菜洗得乾乾淨淨，切得整整齊齊。你等老公仔女返嚟食飯嘅時候，唔急唔躁，笑咪咪咁望住佢哋，問下佢哋今日過成點。你呢啲細微嘅動作，呢啲微小嘅習慣，就係最好嘅改運，最好嘅風水。俾你使幾萬蚊請一尊貔貅，返屋企有用1萬倍；俾你揾大師改名有用10萬倍。女主人安，則全家安。女主人嘅笑面就係屋企最好嘅裝飾品，女主人嘅溫柔就係屋企最暖嘅暖爐，女主人嘅包容就係屋企最堅固嘅牆壁。將風水收喺自己身上，將好運種喺自己心裏，先至係最究竟最踏實嘅改運之道。所以講到個根度，我哋要明白一個道理，每一個靈魂嚟到呢個世界上都有佢獨特嘅劇本，都有佢要完成嘅功課，都有佢要經歷嘅風景，都有佢要愛同被愛嘅人。老天爺俾每個人嘅牌都係啱啱好㗎，唔多唔少，唔偏唔倚，冇絕對嘅好牌，亦冇絕對嘅爛牌。你攞到一副同花順，即係大家公認嘅好運、好生肖、好八字、好面相。如果你傲慢揮霍，唔努力唔珍惜，一樣可以打到爛晒，晚年能慘，眾叛親離。你攞到一副爛牌，即係大家眼中嘅劣勢、犯沖、刑克、大歲。如果你謹慎修德，努力感恩，一樣可以打出春天，福氣滿堂，子孫賢孝。我哋人生嘅下半場拼嘅唔係生肖，拼嘅唔係八字，拼嘅唔係你有幾棟樓、幾架車、幾間鋪，全節裏面有幾個零，拼嘅係咩？拼嘅係瞓得着，拼嘅係笑得出，拼嘅係屙得暢，即係大小二便暢通，食得落飯，行得喐步。呢3件事聽落好俗，聽落唔夠高大上，唔夠文青，唔夠勵志，但呢個係中醫裏面最高嘅境界，係健康嘅金標準，係幸福嘅基本盤。你心安理得過一世，唔做虧心事，唔佔人便宜，唔信邪唔害人，一身正氣，兩袖清風，咁你夜晚自然瞓得着，唔會失眠，唔會發惡夢，唔會半夜剪醒。你胸懷廣發，睇透咗世事無常，睇淡咗恩怨情仇，唔同人計較，唔記恨，唔報復，咁你自然笑得出，眉頭係開嘅，嘴角係揚嘅，眼尾係笑嘅。你身體健康，氣血調和，五臟通暢，應該食就食，應該飲就飲，代謝正常，咁你自然屙得暢，冇便秘，冇痔瘡，冇腎氣。做到咗呢3點，唔理你屬咩，唔理你生喺邊個年月、邊個時辰、邊個節氣，你都係呢個世界上最好命嘅人。俾嗰啲瞓喺加護病房、插滿喉管、全身水柱、靠呼吸機續命嘅億萬富豪，好命1萬倍，自由1萬倍。我仲要話俾大家知，所謂嘅怕，所謂嘅忌冷，歸根究底係怕我哋心念唔正，怕我哋俾自己嘅慾望坑恐，怕我哋喺追逐外在嘅嘢嗰陣迷失咗自己。如果你係一個屬雞嘅男人，你唔再將事業成功當作唯一嘅價值，你開始懂得欣賞一朵花嘅盛開，你開始願意踎低同小朋友玩積木，你開始會喺落雨嘅日子送把遮俾老婆，你開始會同老口飲2杯傾下偈，你就已經破咗嗰句男怕屬雞嘅臭咒，你就已經由嗰把傷人嘅金刀變咗一塊溫潤嘅玉佩，掛喺家族嘅門楣上面，福澤3代。如果你係一個屬羊嘅女人，你唔再在意人哋點樣講你，你唔再討好嗰啲唔中意你嘅人，你開始專注做自己熱愛嘅事，你開始用自己嘅才華去幫助人，你開始綻放出自信從容嘅光芒，你就已經破咗嗰句女怕屬羊嘅魔咒，你就已經由嗰塊乾裂嘅燥土
變咗一片豐群嘅沃土，養育住健康嘅莊稼，滋養住周圍嘅生靈。你嘅存在本身就係吉祥，就係如意。而如果你既唔係屬雞，又唔係屬羊，但你嘅家人、伴侶、仔女裏面有，我希望你由今日開始，唔好再攞嗰啲陳腐嘅俗語去評價佢哋，去打壓佢哋。你要成為佢哋最堅實嘅後盾，最溫暖嘅港灣。你要話俾佢哋知，喺我眼中你先至係最好㗎。咩生肖、咩八字、咩算命先生嘅說話都不及你此刻喺我身邊嚟得重要。你呢份信任，你呢份包容，你呢份心情，就係對佢哋最好嘅滋養，最好嘅改運。諸位同學，呢堂課好長，由雞講到羊，由五行講到心念，由個人講到家庭，由古代講到現代。感謝各位能耐住聖旨，聽到最後冇碌電話，冇瞌眼瞓，冇中途離場。我哋由板橋一位婆婆嘅眼淚同高血壓講起，講到男怕屬雞嘅金氣過江，勞碌傷肝，講到女怕屬羊嘅燥土被污。外柔內剛，講到生肖相沖嘅本質係能量交換同互補。講到家庭五行嘅調和要靠女主人嘅坤德同智慧。講到最毒嘅咒語係人心裏面嘅偏見同口業。講到最好嘅改運係改性格、修五臟、轉心念。我希望呢堂課可以成為你生命入面嘅一個轉捩點，一個分水嶺，一個頓悟嘅契機。唔求大家成仙成佛，唔求大家大富大貴，唔求大家名揚四海，但求每一位同學都可以喺呢個紛擾嘅圈草嘅焦慮嘅城市入面，守住一口真氣，守住一顆初心，活得健康，活得自在，活得有尊嚴，活喺度唔使睇人面色，亦唔使聽埋嗰啲無聊嘅閒言閒語，更加唔使俾幾百年前嘅無知俗語綁架你嘅人生。最後，我有一個小小嘅要求，一個卑微嘅請求。如果你真係聽得明今日嘅課，如果你真係願意將嗰個黐喺你身上，黐喺你父母身上，黐喺你仔女身上，黐喺你伴侶身上嘅勞碌命、苦命、克夫、帶衰、掃把星呢啲黑標煎親，手撕碎，掉入垃圾桶，掉入焚化爐，燒成灰陰。請你喺留言區寫低我是好命人呢5個字。呢個唔單止係一條留言，呢個係你向宇宙發出嘅一道最強改運令，係你對舊命運嘅宣戰報告。你要透過呢5個字不斷咁暗示自己，話俾自己知，我嘅命唔活喺別人嘅嘴巴裏面，唔活喺嗰啲過時嘅惡毒嘅無知嘅俗語裏面，唔活喺幾百年前農夫喺田鋪上面嘅隨口一句說話裏面，佢活喺我嘅心裏面，活喺我每日嘅笑容裏面，活喺我食嘅每一啖飯、瞓嘅每一場覺、行嘅每一步路裏面。當你堅信自己係好命人嘅時候，當你將呢個信念好似種子咁種入潛意識裏面嘅時候，全天候嘅福氣，所有嘅好運都會爭住搶住，以呢個為家，都會排住隊嚟揾你，逼爆頭要住入你心裏面。你聽清楚未？如果你聽清楚咗，就請你喺心裏面，喺你嘅生活裏面，喺每一個平凡嘅日子裏面，活出嗰個好命人嘅模樣出嚟。多謝各位。